春雷还没有响，但是红会已经接到第1季的春雷。这个春雷来自妇联会。0206，花莲发生大地震，我们的救灾队第一时间已经在现场抢救灾民，我们一口气救出了20多个人。当然，后续的收容安置、复原重建，我们已经一样在努力。那么，因为妇联会在雷主委的努力争取之下，捐给红十字会1000万，而且媒体也披露了，让我们重新再赢得大家的信任、支持跟肯定。当然，妇联会对红十字会的信任跟支持，不是只有这一雷春响。妇联会支持我们防灾、备灾、救灾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台东、嘉义的备灾中心，花莲的备灾中心也在兴建当中。妇联会支持我们建制的大台北备灾中心，已经在申请建筑执照。我们这个大台北备灾中心是我们救援国内国外灾难的基地。我要在这里谢谢妇联会。但是妇联会支持我们的只有防灾、备灾、救灾这样子吗？没有。过去多少年来，妇联会支持我们推动红十字运动，支持我们在全省各地培养居家服务员。这些居家服务员10来年，已经变成我们长照的基本兵。那么他们已经照顾了非常的多的人。因为有妇联会给红十字会的支持，让我们可以更坚定我们的脚步，永远向前走。红十字会不会被打败，更不会消失。谢谢大家。